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9月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篇，申命记第7章12节到26节，歌罗西书第4章第7节到1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蒙福之道。大家都想得到福气，因此呢，商人就很厉害，发明了所谓的福袋啦、盲袋啦，让消费者呢花了钱以为买到了、赚到了。也有广告词这么说了买多赚多。牧师心里在想，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啊？怎么可能买多赚多呢？买越多就是花越多，不是吗？这个花了更多的钱去买东西啊，但是总是有人呢会上当，真以为自己真的赚到了。其实基督的信仰也是在强调祝福蒙福，但是蒙福应该要有一定的要求标准。虽然说圣经告诉我们得救称义不是因为行为，是因为相信。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连上帝的诫命都不愿意遵守，那怎么可能会蒙福呢？申命记第7章12节到26节，摩西在重申命令律法的时候，他这样子说道：如果你们听从这些诫命，切实的遵行，上主你们的上帝会信守他向你们祖先所许下的诺言，坚守他与你们订立的约，以不变的爱待你们。他要爱你们，赐福给你们，使你们繁荣昌盛，在他应许你们祖先要赐给你们的土地上面赐福给你们，使你们多子多孙，生产丰富，有五谷、酒、橄榄油和大群的牛羊。你们领受的福泽胜过世上万族所领受的，无论是你们或是你们的牛羊都没有不生育的。上主要使你们无灾无病，不让你们再染上在埃及患过的那些可怕的疾病，但要把那些可怕的疾病加在你们的敌人身上。上主你们的上帝将交在你们手中的各民族，你们必须消灭，不怜悯他们。你们不可拜他们的神明，因为那将为你们带来悲惨的结局。你们不要以为这些民族比你们多，就不能赶走他们。不要怕他们，你们要记住上主你们的上帝怎样的对付埃及王和他的人民。他们亲眼见那些可怕的灾难和神迹的奇事。要记住，上主你们的上帝是以大能大力解救你们。他怎样毁灭了埃及人，也要照样毁灭你们所惧怕的那些民族。他要使他们惊慌纷乱，即使是逃走躲起来的，他也都要消灭。所以你们不要怕这一些人，因为上主你们的上帝与你们同在。他是伟大该受敬畏的上帝。你们往前推进的时候，他会逐渐把这些民族赶走。你们不可能一下子把他们都消灭了，恐怕这样做会使野兽增多，以致危害了你们。上主要把敌人交在你们手中，使他们惊慌，直到他们被消灭。他也要把他们的君王交在你们的手中，你们要杀灭他们，使人不再记起他们的名字。你们要杀灭他们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够抵抗。你们要烧毁他们的偶像，不可贪爱偶像上的金银，私自保留起来，恐怕这样做会带来悲惨的结局，因为上主憎恨偶像。不可带任何偶像回家，否则你们将受这些偶像所受的咒诅。
你们必须彻底憎恨、厌恶这些偶像，因为他们是上主所咒诅的。就如同教会礼拜堂的新建工程一样，都要按照规定标准去做去盖，否则就会如同一栋在泰国、中国建商所新建的大楼，却因为隔壁国缅甸的地震而整栋粉碎倒塌了。保罗在写给各教会的书信当中，他除了强调规范教会的要求服事者的品格以外，他也常常推荐同工给各教会。今天的经文也提到了几位同工，并且也保罗也代替同工向教会请安。保罗特别证明了同工们都是专心一意的辛劳服事，他们都是蒙福之人。歌罗西书第4章第7节到17节，保罗的话这样说：我在这里的一切情形，我们亲爱的弟兄推基古会详细的告诉你们。他是一位忠心的仆人，在侍奉主的工作上面和我同做仆人。我特意派他去你们那里，报告我们这里的情况，好使你们得到鼓励。跟他一起的有一位忠心亲爱的弟兄阿尼西摩，他是你们那里的人。他们2人会把这里的一切事都告诉你们。跟我一起坐牢的亚里达古向你们问寒。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候你们。关于马可，我已经吩咐过，如果他上你们那里，请接待他。别号犹士都的耶稣也向你们问安。在犹太人的信徒当中，只有上面这3位为了上帝国的工作跟我同工，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从你们那里来的以巴佛问候你们，他也是基督耶稣的仆人，他常常为你们恳切祷告，求上帝使你们的信心坚定，作为成熟的基督徒，完全顺服他的旨意。他为着你们，也为着老底嘉以及希拉波里的信徒们辛劳工作，这是我个人可以作证的。我们亲爱的路加医生和迪马2个人也问候你们，请替我们向老底嘉的弟兄姐妹们领法和在他家里的教会请安。你们宣读了这封信以后，请转交给老底嘉教会宣读，同时你们也要宣读从老底嘉教会转给你们的信，要告诉雅基布，他所领受的那侍奉主的任务一定要尽力完成。我亲手写，保罗祝你们好，别忘了我是带着锁链的。愿上帝赐恩典给你们，尽心尽力尽意去服侍上帝，服侍教会以及服侍兄姐，是上帝眼中的忠心的仆人，这就是蒙福之道。诗篇第1篇，不听从恶人的计谋，不跟随罪人的脚步，不与侮慢上帝之徒同伙，则爱慕上主的法律，日夜默诵不倦，这样的人才算是真正有福。他像移植溪水边的果树，按季节结果子，叶子也不凋零。他所做的事样样顺利。邪恶的人不是这样，他们像糠秕被风吹散。邪恶的人要被上帝定罪，罪人要从义人的群体中被淘汰。上主关怀义人所走的路，邪恶的人却走向灭亡。感谢主赐下恩典，让我们因为那愿意尽心尽力的服侍，并且愿意谨守诫命而蒙福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